关，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台北市市长郭文哲批评民进党的政府两岸关系是30年来上歹。总统蔡英文下则参加玉山论坛进前，伊嘛讲到两岸关系无好歹问题，敢若有国家利益的问题。咱做过来听拄则总统的讲法。这个两岸关系哦，没有什么好坏的问题了，两岸关系只有我们国家利益的问题了哈。那这几年呢，我们的两岸政策哦，采取了一个非常理性的立场，也就是在中国步步紧逼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不挑衅、不冒进，但是我们坚守我们国家的立场哈。那我们在两岸的交流上也让它维持正常的交流哦。那倒是中国的以这个大陆观光客哦作为它的一个政治的手段哈。那所以我在这里要再一次的讲，每一个政府在每一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都会以国家的利益来考量它的政策哦。那两岸关系尤其是如此。总统，那个蔡壁如在 LINE 上面就是转贴，然后说你的论文是假的。那柯文哲回说，那这个事情看了笑笑就好，你觉得笑笑就好？我想这几天这个事情讨论蛮多的了哈。倒是柯市长，我倒是期待他能够更严肃的看这个议题哦。那也要更有这个同理心了。好，谢谢了，谢谢。比较幸运的武则天，总统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比喻？好了，有没有下一题？没有的话就结束了。好，谢谢了，谢谢了。我们时间因素。对，林太太跟赖清德要到美国，你有没有传给他们什么样的讯息，让他们带去？他们俩都很有经验，他们知道要怎么做了。谢谢。谢谢。